粒沙滲進浪漫恒河，一枝花很希望結果，每個渴望與伴侶一夥。一粒星要撲去哭看銀河，一絲煙都奢望愛火，美麗結局卻沒有幾多。最稀奇的那一個心意，這一個尋尋找找，為何都找不到？為何有無盡孤苦的單數？合意的永遠最難擁抱，未見到答案的險惡，和伴侶無奈永遠差伴舞。誠誠懇懇祈求天主知道，期望會成就相戀的雙數。遇見的往往以為找到，又化作撲朔的煙霧，誰又會榮幸到逃離荒島？哪怕愛情這圈套，找1000次做萬回到。我信我能夠找到，我信我能夠找到。恒河沙水，誰能廝守終老？還是有像伴一起的雙數，逝去的錯愛變成鼓舞，就算轉進了冤枉路，無負你行錯路。好開心可以幫人際出一分力，而人際其實除咗成立咗一個基金幫助有需要幫助嘅人，仲有好多服務同設施㗎。其中一個服務呢，就係為殘障人士而設嘅復康中心，而之前呢，我哋就去咗探訪啲中心嘅朋友添。其實殘疾人士都好希望可以同其他人一樣為社會作出貢獻，所以人際醫院為佢哋提供職前培訓以及輔助就業服務，等佢哋可以投入社會。而我哋而家身處緊呢，就係人際醫院盧李佩貞紀念工場，咁就係其中一個提供職業復康服務嘅地方。我哋而家一齊入去睇下。工場為殘疾人士提供就業培訓，現有行業包括包裝、速遞同工藝等等，希望透過技能訓練同實習機會去增強學員嘅工作能力，等佢哋可以盡快融入社會。好似呢啲咁靚嘅熊仔咁啊，每一隻都係一班學員一針一線親手做㗎，所以話殘疾人士其實同其他人都一樣，都可以自力更生㗎。而輔助就業服務就係協助有能力就業嘅殘疾人士獲得就業機會，而林立就係其中一個成功就業嘅工場學員。我哋同佢傾下偈啊。Hello， 林立，你喺邊度返工同埋主要做啲咩㗎？我係製衣組做嘢，負責就喺門單，負責接門單。咁項 Sir，我想問下，如果揾工嘅話，係咪工場幫佢哋揾㗎？係㗎，咁其實主要都係配合翻阿立本身嘅工作能力啦，從而配合翻佢一個適合嘅工作幫佢揾嘅。咁其實咧，阿立本身嗰個工作能力其實基本上好好嘅，不過咧成日都好擔心同人哋溝通啊相處，驚自己做錯嘢咁。咁所以咧，咁其實我哋着重咧，咁幫佢提升翻佢自己嗰個能力啦，讓佢自己認知到其實自己都做得好好，基本上咁嚟應付份工作咁樣咯，主要都係。為咗答謝人際醫院嘅幫助，佢哋真係好努力咁練咗首歌㗎，希望為人際醫院籌款出力。來不捨不棄，我的明天創自你。多謝多謝，咁我哋一齊加油啦！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人際，多啲打電話嚟捐錢，捐錢熱線係1872828100條線，記得一邊聽歌一邊打嚟捐款啦！耶！
其實我哋為咗今晚嘅演出，真係好努力去練咗呢首歌嘅，送俾大家每一個明天。每望向將來都找到你，我所夢我所期，全部喝彩因你起。你是我將來不捨不棄，我的明天創自你。沒仰天觀星，看星收日記，無問獅子相遇，前面有沒有驚喜？一早知幾多風吹雨飛，願望也很快樂，自尋到你。天有我的愛人，這樣明天一世把他寵愛。天有我的愛人，有他不再覺得生命無奈。你是我將來不捨不棄，每一明天愛着你。